电脑也会做钢琴乐，电脑也会演奏钢琴。这个电脑程式真好用，也可以从左上角file这边按一下，开启档案，播放已经有的资料库里面已经有的音乐档。还配合这个钢琴键盘的键盘的变色。手机的也有那个学音乐的 APP 的。